誦經團慶幸跪拜大年初九天公生，開基藥房宮吸引大批信眾來參拜。廟方人員接到金紙就踏起哩，也毋過也是應付未來，金紙踏成山，主事一到敲鐘擂鼓，眾人做伙拜天公，拜了還閣有平安符會當摕。合境平安，大家會當安尼好好啊來過一個好個年，甚至後壁像這大家來點一下光明燈啦，點一下太歲燈。天頂天公，地下無龜公，天公就是藥房大帝，主宰藥房上帝天大，對29暝到搭，大工攏有大批香客。初九這天，人潮更是客滿三川殿，廟埕的金紙更是踏到比人閣較懸。市長黃偉綽嘛來參拜，祈求國泰民安。大家當然是求心裡面的平靜哈。那去年經濟表現不錯，也有一些人是來還願的哦，所以我想在這個我們民間祭祀的信仰裡面，一方面尊重，一方面作為首長，我們也是要代表所有的市民朋友來祈福。這大年初一、初九嘛再次發放開運紅包，民眾為了摕到一個好彩頭，排隊排了幾啊百公尺，邊啊還閣有素食路米糠圓仔，讓信眾早回去吃平安。民俗專家嘛提醒天公生愛注意的所在。拜天公上忌諱就是袂當用葷食，用素食的，過來袂當披頭散髮、入斗旗，這種無禮貌，過來。正月初九袂當口出惡言。現代人若是厝內無神明廳，只要雙手合十，向上蒼祈福，同款會當得到庇佑。拜天公的時陣，應該愛發願存善心，做好事，保庇萬事興通。台灣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